台北市因为无大型的工业，温室气体上大的来源是徛家、搁店家用电是占7%。台北市环保局要鼓励民众减碳，提出半档省电3%，地当来抽奖，搁有奖金3万块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一天一日省0.37度的电，半档地当省电3%咯，就有机会当摕到奖金。无大型工业的台北市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，2030年就要先减碳40%。环保局决定为主体用电来开始，鼓励民众省电。只要半档省电的度数比去年同期减3%，就当参加3万块的抽奖。以1户平均逐个月用电361度来计算，大概是逐工减0.37度电。环保局讲真简单就做得到。家里的电视或电灯随手都关的话，那或者换节能家电，那冷气的滤网能够每个月定期清洗，所以这样子其实门槛很低，就一天减0.37度，其实是非常容易的。虽然半档来成功省电3%，不是人人拢有奖，不过民众意愿也是真悬。钱也很多啊，3万块啊，我一个月才用400块、700块的电费而已啊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你有诱因的？有。要逐工省电0.37度，达成半档内3%的目标，也阁有更较单纯的方法，就是一工减开1点钟的电脑。妈妈气候行动联盟表示，虽然诱因无算大，也毋过肯定用政策带动民众来改变生活习惯，减少浪费电的行为。其实最根本的是要去减少或汰换家里头那些耗电的电器，这才会很根本的去解决这个耗电这件事情。民团认为要降低主体碳排放，除了地方政府过来拍拼，台电伫省电奖励措施也应该互民众更较有感觉，对省电更较侪用户应该爱互因更较侪优惠。民团也强调，节能净零需要民众对改变生活习惯来做起，要有明显的效果，大家爱共同投入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